后来，过来是明年1月，政府要来开放着含3肉精的美国猪进口，但是有不少地方政府食安自治条例拢规定讲3肉精爱零检出，这甲中央的法规是相违背，所以行政院甲卫福部发函要求地方政府爱来修正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，这零检出是无可能的代志，所以咧，等这个3肉精的美国猪进口了后，地方自治条例就会因为甲无法来冲突，自动来失效。中央不管，地方接管。时代力量甲国民党立委轮流上台，以听事发言，无要互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上台报告。各位委员刚提的内容，其实都不是程序发言的内容。焦点依然是明年1月份要开放有3肉精的美国猪肉进口，不过这包括台中市、台北市、新北市等有真侪地方政府的食安自治条例，拢要求3肉精零检出，明显甲中央是无共调。行政院以及卫福部进前发函，要求公出意见，并且做修正。抵触我们法上那个行政那个地方的这一个自治条例就会无效。台北市全部禁止贩卖含有瘦肉精的肉品。各位报告，如果台北市定这样的话，那所有的牛排店都关掉了。陈吉仲强调讲，若要做到零检出，真正是无啥可能。明年1月份开始，只要地方政府自治条例，甲无法无共款的标准，那呢就无效。要么地方嘛有坚持。确实禁止来猪哈，那进入台中市都是坚持瘦肉精零检出。离明年1月份开放的日子时间剩无偌济。台湾虽然对外爱对抗对华统战的一国两制，恐惊伫国内会因为3肉精先出现一国两制。